關智斌 Kenny 打坐啟德體育館舉行一連2場嘅 The End Adventure Live in Hong Kong。昨晚10月7號開 show， 人緣甚佳，佢嘅甚至仲獲得老闆楊受成夫婦、經理人霍希文、龍虎豹好友蔡卓妍、鐘欣圖、容祖兒，仲有周嘉怡、泳兒、吳千語與老公施柏宏等捧場。今晚 Kenny 施展渾身解數，勁歌熱舞，大 show 苦練多時嘅肌肉，誠意十足，獲全場觀眾擊賞，好評如潮。然而昔日嘅 Boys 嘅拍檔張智恒 Steven 卻喺社交平台留下充滿酸味嘅感言。有網民認稱冇咗張智恒就唔係童年嘅回憶，而張智恒回覆：但係有我可能係個婦女。而張智恒出道以來亦將一手好牌打爛，早前陳炮桃色新聞，又多次被指欠債，形象插水，影響咗演藝事業。張智恒近年頻頻轉工，曾喺食店、地盤、成人用品店工作，之前曾透露做寬頻拉線工人。張智恒之前表示舊租約到期，未揾到平租單位，喺社工嘅建議下，最終要入住庇護中心，卻因中心只留女性同埋小孩，一家人被迫分開生活。關智斌為咗呢次嘅演唱會可謂搏到盡，不僅苦練歌喉舞技，更嚴格控制飲食，操出一身鋼條嘅肌肉。完 show 後，容祖兒更打咗長文力讚關智斌，寫道：今晚睇到一場令人感動嘅演出，一路有幸見證你嘅努力，佢不遺地為自己嘅夢想而努力，喺每一個環節都施展渾身解數。在場嘅我被感動到好幾次。6年前上天只俾佢40日準備舉行佢首次嘅紅館歌唱，當時佢嘅戰戰兢兢地完成咗，成績單絕對見得人。但係我相信山羊座嘅佢當時一定睇到可以做得更好嘅空間，今次有更充足嘅時間，佢唔俾自己留半點退路，日操夜操，偷偷苦練那些能人所不能嘅高難度動作。我今晚每一聲尖叫都係我對佢由衷地佩服，但我就喜歡佢整個人嘅作風，一點都不喧嘩不張揚，跟佢嘅身材一樣，好內向好紮實。佢又覺得自己哭去死去活來。總文今日佢已經衝破咗表層嘅帥氣，係一個真正長大嘅彼得潘。最重要嘅係佢仍然係那個善良又真誠又努力嘅關智斌。恭喜你，你嘅努力一點都冇白費。Out of you， 明天繼續努力加油。